我们的常驻所有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今天利用这个良辰吉日呢，师父把以前古人呢这些非常德高望重的人他讲的话来跟各位大家参考。他怎么说的呢？各位你看看，行常惜时自家知，祸福因由更问谁呀？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已来迟各位，这个话很好听的，我不知道你们这样念一遍的感受如何。但是师父呢，经常我会提醒自己，他讲这句话的意思，你的行为可能你会隐藏，有的做表面工作，这个可能是徒增这些虚名呢，为了征求这些名望呢，他想尽办法。有的呢是隐藏起来，他不让人家知道。有的做善事，人家为善不欲人知嘛，不想别人知道。那么这个你看，行常你的行为藏起来、隐蔽起来，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虚实虚是假的嘛，实就是你是真的脚踏实地、实实在在、真心真意的去做。自家知，自家就是你自己，这很清楚的。你能够欺骗所有的众生，但是你欺骗不了你自己的良知，你欺骗不了。所以你看，行常惜时自家知，你自己本身很清楚、很明白的，你摸摸自己的良心就知道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很清楚。祸福因由更问谁？为什么看到人家很多不幸，印途很暗淡？为什么他的灾祸连连？家里不幸，所从事的工作赚不到钱，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祸端，这么多的不幸？为什么？福就是你的福报，我们做事很顺利啦，这个人很有名望地位啦，印途很开通，贵人呢非常明显，做什么事情都随心满愿，这个福报怎么这么大家财万贯呢？为什么他能够这样？这里头的原因，这理由更问谁？你要问谁？要问自己嘛。你问你自己最清楚。善恶到头终有报，你做善或者你做恶，到最后一定会有报应的。因果报应是逃避不了的，只争来早已来迟。只是我们一般就是想说，都希望它不要出现，所有的不幸灾难不要发生。但是它只不过是来早一点、快一点或者慢一点而已了。一旦因缘成熟，它一定会来的，一定会出现的。所以各位，你看善恶的报应，天地没有办法给你改变，因为一切的所做都是你自己一点一滴，都是自己的行为表现。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自己，这是古大德、很有学问、很有品德的人，他所讲的话告诉我们，这是经验之谈，也是对宇宙真理的了解所透露的这种大智慧来告诉我们。像佛陀讲的话、孔子讲的话、太上老君、老子讲的话，都是经过他们经验的累积，用智慧判断，告诉后人，你们自己要拿捏尺寸，千万不要过分，那么自然你的福报就源源不断。所以这一章非常重要，尤其在现时代这个社会，很多人都忽略了，从来都不关心，只是在欲望的展现，内心当中要追求的东西太多太复杂了，一旦不满足就烦恼，开始想尽办法不择手段的去占有，所以无形之中造无量的罪业。所以现在的社会必须一定要特别强调这种品德教育。如果大家都不重视，社会会混乱的，会动荡不安的。人的心如果不向善的时候，隐藏着很多非常凶恶的念头，那自然这个社会有一股暴戾之气，就会一直充满着天地之间。我们人类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谁所作所为会影响到整个法界，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为了让所有众生都能平安吉祥、无灾无难，
我们应该要检点自己，尤其是品德教育，更应该要大家重视，要关心，要抓住这一块，大家和好相处，和谐的对待，那这样这个社会才会祥和。今天利用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简单报告，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